讲到这风台嘛，话本地是强烈风台，今嘛又搁降做是中度咯，目前离台湾还搁真远，这礼拜是袂影响到台湾。不过马话的暴风圈是经过着这个关岛，也是当地这40多年来上界强风台。当地政府也赶紧甲地势较低民众撤离。这风台马话受到高压影响，到时阵呢，离到北边的角度，也是决定影响台湾的程度。 马湾风台已经开始侵蚀关岛，海面也拢是大影，市中心开始出现一阵的强降雨，路秋化大风，车甲拢歪去。关岛气象局估计，这是当地40多年来上强的风台，当局已经甲带伫较低所在民众拢撤离。 风台伫通过关岛了后，会继续向西来前进。气象局讲，马湾的强度伫台湾时间24下晡2点小可减弱，真做中度风台。不过，说来佫会真强。本礼拜虽然也未直接影响台湾，也过拜六开始，东部海面会有长影。 在周1到周3的这段期间，台风是在比较接近台湾附近的情形，所以在随着它北转这段期间，也会对我们附近的天气造成一些影响。 气象专家讲，综合澳洲模式预报，马湾风台有7路线比前一天离台湾较远，风台有提前西北的情形，所来可能受到北方造线牵引，往偏东北方向前进。不过西北的角度受到高压的影响，以往有变数，也未能排除有发布海上风台警报这可能性。 这一个观察时间点就是在这29号啊，整个高压跟台风之间的这个交互作用的影响。那第二个关键时间点呢，也就是说大概在31号左右啊，北方那个潮线确实是有顺利的把这个马哇台风有抓到，然后可以把它导引到往东北的方向移动。专家提醒，5月底到6月初，计划要去 Okinawa 也是日本的南部，要注意上新航班的资讯。风台路线以往有变数，无论是不是发布警报，预计伫下礼拜1到拜2，会是风台相对离台湾上近的时间点。记者综合报道。